怎么没呼吸了？陆白，陆白，冷静，冷静！你醒了。慈心，你真的和其他兽人不一样？你亲我是要和我结为伴侣吗？那是人工呼吸，我是为了救你。这种事该由雄性来主动。放开我！你亲我不就是想和我结为伴侣吗？我都说了那是人工呼吸，是在救你。人形？精神力也稳定了。子信，是你安抚了我的精神力。我一耳光把他打傻了。半年前我重伤，导致精神力紊乱，一直无法维持人形。部落里没有一个雌尸能安抚我，但你却可以，你就是我的天选伴侣。子信，我要你做我的女人。我拒绝。可你已经亲过我。都说了那不是亲，是人工呼吸。我不管，亲过了，你就是我的雌性，就算拒绝，你也必须，且只能做我的女人。搞什么？简直就是强盗逻辑。走，回部落。洛白，你能变回人形了？是的，父亲，我的精神力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是他安抚了我。是你！你还敢回来找死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就废了你的手。老杨，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个雌性弄瞎了我的眼睛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喜欢你，是你非要强迫我，我才反抗的。听见了，是你强行逼迫，他才伤了你。他是我从野外救回来的，按规矩他就是我的伴侣。规矩？雌性对部落的重要性你难道不清楚？没有雌性，部落怎么繁衍？你强迫他，是想让所有雌性都害怕部落，不愿留下吗？就是，雌性那么娇贵，怎么能对雌性动粗呢？还好伤的是你，要是伤了雌性，那可是部落的损失。唐牙，强迫雌性违背部落规矩，把你面壁思过3日，再犯逐出部落。是。你给我等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穆悠然。悠然，既然你不满意长牙，那就3天后和其他几位雌性一起参加选伴侣大会。只要选定伴侣，你就可以留在部落，受部落保护。在兽世想独活几乎不可能，现在只能先答应了。我明白了，谢谢族长。他是我的雌性，谁也不能抢！捂住我手！陆白，放开！不放。洛白，你先去找巫医检查一下身体状况。好，乖乖待在部落，别乱跑。有人欺负你，就报我的名字。洛白向来不系雌性，怎么会对这个外来雌性这么上心？难道他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试试不就知道？试试？怎么试？黄宇哥，你小心艾琳吃醋，找你麻烦。少给我提他，我和他没关系。我叫小梅，3天后和你一起参加选伴侣大会，你有不懂的都可以问我。
谢谢。饿了吧？给你。生肉，寿司居然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吗？这真的不会感染寄生虫吗？那个，我一会儿再吃。行，我给你放这里。你们平时就吃这些，要是生病了怎么办？找巫医啊！巫医大人可厉害了，会采草药，还会祈福，我们都很敬重他。要是巫医大人都治不好，就只能等死了。看来这里的医疗水平很低。我虽然会医术，但不能贸然出头，不然可能会被当作异类。对了，为什么族长说我必须选定伴侣后才能留在部落？因为躁动期啊。躁动期？兽人雄性在成年后会进入躁动期，那时候他们的攻击性都会暴涨，如果没有雌性的安抚，就会失控暴走，严重的还会精神力紊乱，彻底兽化。所以不管雌性愿不愿意，想要留在部落，都必须在选伴侣大会上选出兽夫。怎么选兽夫？分明就是强制绑定。这个时代的雌性也太悲哀了。我去忙了，你先休息会儿。烤肉的香味。天哪，这是谁？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！竟然还会生火，用石板把肉烤熟？难道他不是兽人？想吃吗？想，谢谢。还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说谢谢。这个雌性确实和其他的不一样。不用谢，能让雌性喜欢是我的荣幸。好好吃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来兽界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被人温柔以待，尤其是他还这么好看。那个，我看别人都吃生的，你为什么会用火烤？偶然发现肉烤熟了以后味道更好。你也喜欢吃熟肉？喜欢，生肉我吃不下去。想不到我们喜好这么相似。吃辣椒。尝尝。这也太好吃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这是辣椒，加进去就可以去腥提味。不但能安抚洛白的精神力，竟还懂这么多。这个雌性比我见过的所有雌性都要聪明，我必须把她从洛白手里抢过来。你吃了我的肉，按部落规矩，就该做我的女人。走，去我的洞穴。好看又聪明的雌性，我喜欢。我会把肉还给你的，你放了我吧。别怕，我不会强迫你。但你吃了我的肉，按规矩就是我的人了。3天后的选伴侣大会，你必须得选我。我答应你，你先放开我。记住你的承诺。你个丑八怪，谁许你勾引黄宇的？滚出去！黄宇，你居然为了这个贱人凶我！我可是巫医之女，她这么瘦弱有什么用？能帮你打猎吗？能给你生崽吗？你为什么要喜欢她？我喜欢谁与你无关，现在立刻出去！那我也先回去了。大白天居然也……这就是兽世，一切都是以繁衍为核心。我
我要是继续待在这儿，迟早逃不掉。不能坐以待毙，等晚上我就找机会逃跑。那个贱人逃去后山了，你用药粉去把猎狗引到他逃跑的路上。猎狗？那他会死的。艾琳小姐，害死雌性可是大罪。死了正好，敢勾引凤羽，这就是下场。快去！这么远，应该不会追来了吧？猎狗！你别过来！等等，你也是兽人吧？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可以帮你包扎，但你能不能变回人形，别伤害我？一皮薄肌的野性帅哥，兽人身材都这么好的吗？你先坐下，我帮你处理伤口。想不到这兽市到处都是珍稀草药，我得多采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的手好软，好温柔。好了，这几天不要剧烈活动，注意休息。你是巫医，只是懂一点草药。你会治疗，那就是巫医。巫医比普通雌性还要珍贵100倍。你有这样的能力，势必会被各个部落争抢，这很危险。你如果不想被强迫，一定要找个实力强大的雄性做你的伴侣，保护你。谢谢提醒，我会小心。不知道他能不能考虑一下我？我要问吗？敢抢我的雌性，找死！黄宇，你误会了。悠然，让开。刚才我被猎狗围攻，是他救了我。他受伤了，我只是在给他包扎。后山不是猎狗的领地，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难道是有人隐瞒着？你怎么会来后山？我想找个地方洗澡。以后想洗澡跟我说，我给你打水，在洞穴洗，别再一个人跑后山了，很危险。知道了。多谢你救了悠然，这个恩我记下了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黄宇，他受伤了，那些猎狗说不定还会回来，我们能把他带回部落养伤吗？还是第一次有雌性这么担心我，要是他是我的伴侣就好了。他不属于落日部落，可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求你了。他撒娇的样子真可爱。好吧，听你的。走吧，但别惹事。你就先住这儿吧。多谢。黄宇，族长找你。我去就回，你好好休息，别再乱跑。你为什么要对黄宇说谎？他不是你的受夫吗？什么说谎？你不是去找水源洗澡，而是想逃跑。被你看出来了，他并不是我的受夫。2天后是部落的选伴侣大会，我要是想留在这儿，就必须选一个受夫。可我不想选，我不想把自己交给一个陌生人。
也不想成为繁衍的工具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为了安抚雄性，雌性成年就必须选受夫？这不公平！很可笑吧？我嘴上说不想要人保护，可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死在猎狗嘴里。可能我真的只能认命了，选个兽人，留在这儿过一辈子。他不愿意，他在这里并不开心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带你走。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流浪兽人，居无定所，我可以带你离开，去个没有这些规矩的地方。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人喜欢我。不是的，我没有嫌弃你。真的？你不嫌弃我？我只是太惊讶了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们明明才刚认识。你是第一个愿意帮我包扎的人，也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。如果你愿意做我的雌性，我玄风在此立誓，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。你不愿意，就绝不碰你。以后会忠心的跟在你身边保护你，听你的话，无条件答应你的任何要求。不强迫，不威胁。在这兽世是第一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。黄宇，听说昨晚你把悠然带回了你的洞穴。你把他带去你的洞穴干什么？黄宇，我警告你，悠然是我的伴侣。他吃了我的烤肉，按规矩是我的伴侣才对。他是我的，我已经当众宣布了。宣布有什么用？他又没看上你，况且他已经答应会选我了。黄宇，是不是只要是我看上的，你就非要和我抢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。小时候你抢我猎物，现在抢我的雌性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什么叫抢？以前我是凭实力抓到的猎物，现在也是凭实力获得了悠然的欢心。洛白，技不如人是你不行。你够了！别吵了，选伴侣大会还有2天，到时候悠然选谁，各凭本事。听说还带回来了个外来兽人，悠然在后山被猎狗围攻，是他救了悠然。猎狗？后山怎么会出现猎狗？猎狗一直有自己的聚集地，怎么会跑到后山来？我也不清楚，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引过去。我这就去查。伤害悠然，不可饶恕！站住！你伤还没好，巫医说了要静养，这件事我会让人去调查，我会派人暗中保护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可是没有可是。黄宇，带我去看看那个外来兽人。是。你先起来。谢谢你，你很好，但我已经答应黄宇了，他若是知道，不会放过你的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兽人部落向来是以选伴侣大会为主，只要你在大会上选我，黄宇不认也得认。如果玄风真能说到做到，那选他确实比选那些没有开智的兽人要好得多。可是你不是这个部落的兽人，也能参加吗？流浪兽人没有部落，也没有资格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加入落日部落？你这么强，如果愿意加入，族长肯定会答应的。那如果我能加入，你就愿意答应我吗？答应什么？答应什么？族长，玄风也想加入部落，可以吗？加入部落？难道这家伙也看上悠然了？你是哪个部落的？我叫玄风，是桃部落的。父亲死后便脱离了部落，桃部落离这很远，应该不会被拆穿。你战斗力不错，既然救了部落的雌性，也算对我们有恩。落日部落欢迎你。多谢族长。他果然也喜欢悠然，不行，悠然只能是我的。族长，不如把玄风安排去西边的洞穴吧，那边比较安静，适合养伤。可以。悠然，你一个人住在此洞我不放心，要不搬来我的洞穴吧，我保护你。这好看又聪明的雌性，我喜欢。不用了。黄宇，此洞有专人看护，很安全。选伴侣大会还有2天，你不必急于一时。
那好吧，有事随时找我。好痒，再不洗澡，我身上都要长虫了。悠然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惊喜要给你。浴桶？你不是想洗澡吗？这是我特意做的。你在这儿洗吧，我给你守着，放心，绝不偷看。想不到我随口的一句话，他都记得这么清楚。这个男人还挺细心的。腹肌也是，好结实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水太冷了，脚滑了一下。好方便的异能，我要是也有异能就好了。现在不凉了，快洗吧。我帮你按按肩，你这几天肩膀肯定很酸吧？你说过不偷看的。放心，我只按肩膀，绝不乱看。真舒服。悠然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我不会对你无礼，我会尊重你，直到你愿意的那一天。他好像和之前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怎么又想起这个了？悠然，怎么还没睡？哎，你脸好红啊，该不会是在想哪个雄性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才没有，就是床太硬了，硌得慌，我睡不着。真没有？你别害羞呀，喜欢哪个跟我说，我帮你。真没有，你别乱想。好啦好啦，不打趣你了，你早点睡。悠然，你清醒一点，可别这么轻易就被黄宇蛊惑了。又破床，真不是人睡的。元丰，你怎么一身的血？你受伤了！你受伤了！我没事，这是野兽的血，给你。昨晚听小梅说你因为床硬睡不着，我特意去猎的，把这个垫在床上，会好很多。明明伤都没好，但听到我说床硬，居然一夜没睡，去猎了张虎皮。谢谢你，玄风。我说过会对你好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昨晚悠然从黄雨洞穴出来后，满脸羞涩，后来听人说才知道，他居然给悠然弄了桶洗澡水。要想悠然选我，我必须要做得更好。玄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悠然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别不要我？我知道我只是个流浪兽人，比不上部落的天骄，但我会用命保护你。我是真的想跟着你，求你别不要我。你先起来，地上凉。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
你快起来！真的？但是你不准强迫我。我发誓，我玄风绝不强迫你。你就是那个外来兽人。你是洛白族长之子，我警告你，别打悠然的主意，他是我的，我只是想默默地守护他。你真正的敌人不是我。听说昨晚黄宇给悠然准备洗澡水，我亲眼看到悠然从他的洞穴里走出来，很高兴。比起我，你更该担心他。去死吧！大清早的，火气这么大。废话，昨晚对悠然做了什么？哼，悠然没告诉你，我给他烧了洗澡水，还替他按了按肩膀，他很喜欢。怎么，这也要跟你汇报？找死！黄宇，再敢碰悠然，我废了你！废了我？就凭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？你也够了！大白天在部落里打架，还嫌不够丢人？都给我回去！跟我来。父亲，黄宇他就是在故意挖我墙角。所以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找他打架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架打赢了，悠然就会选你。你是笨蛋吗？黄宇知道献殷勤，你就不会用苦肉计吗？苦肉计？装病，受伤。悠然心肠软，不会见死不救的。这不骗人吗？啊，骗人怎么了？你是要脸，还是要伴侣？那我该怎么做？过来，我教你。木姐姐，你真厉害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洛白受伤了，他的精神力又紊乱，要说话了。他在哪儿？在他的洞穴里。无一不在部落，这下麻烦了。你还好吗？悠然，我不想说话。上次是你救了我，现在无一不在，你能不能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，再帮我一次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装的还挺像。洛白，你要不要脸？巫医明明说你精神力已经稳定了，你装什么呢？我没有装，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我有没有胡说，你心里清楚。够了，洛白伤还没好，黄宇你别刺激他。悠然，他是在骗你，他就是装的，故意想让你可怜他。黄宇，请你出去。你不信我？我不是不信你，是我见过洛白受化的样子，他救过我，我不能放着他不管，请你先出去，让我安抚他，好吗？父亲说的对，装病这招太有用了。痛。我已经很轻了。悠然，上次我的精神力是在亲亲后才稳定下来的，
你能不能再亲我一下？不行，上次是人工呼吸，不一样。就一下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，以前我睡不着的时候，妈妈总给我唱。唱歌？你乖乖躺下，我就给你唱。真好听，这么好听的歌我从没听过。悠然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雌性，我绝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天哪，这是洛白，平时霸道的要死，本体居然这么可爱，毛茸茸的，还会撒娇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你怎么这么可爱？悠然，你明天选我吧，只要你选我，我以后天天变成小白虎，让你摸个够。堂堂白虎兽人，真是不要脸。洛白，你幼不幼稚？给我起开！悠然喜欢，你管得着吗？悠然，我也受伤了，我也需要安抚。你怎么也……你可不能偏心！你走开，悠然是我的，敢撞我，你死定了！好了，都别打了，你们俩一起安抚。找一张兽皮来，给悠然盖上。这是我的洞穴，你赶紧走。我偏不走，我要守着悠然，免得你占他便宜。黄宇，没用的，明天他只会选我做首富。你做梦，他会选我。选伴侣大会正式开始，凡是没有伴侣的雌性，都请站到台上来。你运气真好，猎狗都没打死他。不，我不能让他把黄宇选走。我也要参加，我要选黄宇做我的首富。我拒绝。族长，我要做悠然的首夫。我也要做悠然的首夫。天哪，洛白和黄宇这些年可从来没正眼瞧过哪个雌性，今天居然为了同一个雌性争起来了。这雌性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让两大天骄抢着要，真是开眼了。我也要做悠然的首夫。你说过不会不要我的。穆悠然，按规矩，你必须从这3位雄性中选出1位作为你的伴侣。你要选谁？我选。不好了，大批猎狗袭击了后山，现在朝部落冲来了，其中还有其他小凶兽。选伴侣大会暂停，所有雄性兽人拿起武器，守住部落大门。雌性和老幼立刻退到避难的大洞穴去。悠然，我们快走！你快走，去避难洞穴躲好，不准出来。悠然，快去大洞穴躲着，别害怕，有我。
悠然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保护部落。等我回来。你们一定要小心，我等你们回来。情况怎么样？邂逅太多了，还有兽化的凶兽，连伴侣大会的台子都被踩塌了，全毁了。洛白和黄宇还在前面顶着，还有那个新来的黑豹兽人，幸好有他们3个，不然我们都退不下来。他们受伤了？没有，不过被猎狗围住了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艾琳，巫医不在，你是巫医之女，这里唯一会医术的兽人，这些伤员就麻烦你了。没救了，等死吧。我的儿子，艾琳，我儿子才刚成年，他还没结伴侣呢，求你救救他吧，我给你磕头了。说了没救了，就是没救了。废话，战斗还没结束，之后会有更多的兽人受伤，不能再伪装下去了，我必须救他们。让我试试，我能救他。你能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可是巫医之女，从小跟着母亲学医。我说没救了，就是没救了。就是，艾琳可是下一任的巫医，怎么可能出错？这个外来雌性懂什么？别在这里添乱了。幸好让玄风帮我磨了这些骨针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。你干什么？他都要死了，你居然还拿针折磨他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敢害我儿子，我杀了你！你敢害我儿子，我杀了你！不许动他！这个雌性疯了，他拿针压我儿子，我不能放过他！黄宇，你没事太好了，快帮我抓住阿兰，我要专心针灸，替阿木疗伤。针灸。黄宇，我已经看过了，阿木伤得太重，根本救不了。可他却借口疗伤，故意拿针折磨阿木，他简直就是个疯子。黄宇平日里和阿木关系最好，贱人，这回看你还怎么装！猎狗刚被赶走，外面到处都是伤员，你们在这儿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？洛白，你可是族长之子，落日部落未来的族长。穆悠然拿救人当借口，用针扎坏阿木身体，这种残害同族的人，必须逐出部落。我相信他，我之前精神力紊乱，就是悠然替我治好。我相信他这么做一定有自己的理由。悠然也帮我疗过伤，我相信他的医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们都帮那个贱人说话？大家快看，阿木吐血了，他把人致死了。我还活着。连艾琳都说没救的人，居然被救活了。悠然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不愧是我的雌性，真厉害！原来她不只是认识草药，还会医术，能让病人起死回生的。放心，我把阿木胸口的淤血已经清出来了，他再休息几天，按时换药就没事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个贱人的医术居然比我还强！我从小跟着母亲学医，怎么会输给他？悠然，想不到你竟然还会医术。族长过奖了，
我只是略懂一点。将死之人都能轻松救活，这可不只是略懂一点。我宣布，今日起，悠然就是我落日部落的新巫都。族长，我母亲才是部落的巫都，你怎么能另立他人呢？这不合规矩。巫医之位，能者居之。况且，从没说过一个部落只能有一个巫医。如今我落日部落一下出了2个巫医，以后看谁敢小瞧我们！大家别这么喊，我也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连我都还没资格继承巫医的位置，这个贱人居然就成巫医了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所有好处都被他占了？巫医大人，谢谢您救了我的幼崽，刚刚是我不对，是我糊涂了，请您原谅我。以后我阿兰的命就是您的，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也是护子心切，我没有怪你。巫医大人，你也帮我看看吧，我胳膊断了，疼得厉害。还有我，巫医大人，我胸口疼得喘不过气来。大家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伤得最重的先看，我会尽力治好大家的。一口气扎了10几个人，手都要断了。谁？黄宇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吓死我了！我想着你救了那么多人，肯定累坏了，就替你打了洗澡水，还准备了干净的新衣裳。这也太贴心了吧！走吧，现在去泡澡，我给你按按摩，正好放松一下。怎么，就你会弄洗澡水？就知道你会耍心机。悠然，我也可以给你打洗澡水，还是去我的洞穴洗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悠然过去就能洗。他都累了1天了，你就别无理取闹了。你说谁无理取闹？好了好了，我确实很累，想赶紧洗个澡放松一下。洛白，你别捣乱了，我今晚先去黄宇那里洗，好吗？随便。又被黄宇抢先了，可恶！洗澡水、新衣服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？居然还是花瓣雨，黄姨，你真的太贴心了。你喜欢的。皂角，你居然找到了这个！听说雌性兽人都在用这个洗澡，我猜你也会喜欢。想不到傲娇的洛白也有这么贴心的时候。谢谢你，洛白，我很喜欢。悠然，这是魔兽肉，吃了能补充精力。我知道你不爱吃生的，已经烤熟了。好香啊，正好有些饿了，我洗完澡就吃。你什么时候去打的？就在赶走猎狗后。他们都对我太好了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们。不过现在我要洗澡了，你们3个都出去，不许偷看。谁要偷看你了？这个世界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嘛。这么晚了还不走，等着我留你们吃饭？我才不走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悠然才不会因为一个浴桶就被你骗走，他只能是我的。我也不走。悠然说了，洗完澡要吃烤肉的，我得等他。少装了，你就是想献殷勤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哟，搞得你不献殷勤似的。你只是不会。谁说我不会？我只是没你们2个这么有心机。你们也太幼稚了吧！这么大人了还吵架。都怪你们，害我在悠然面前丢脸。是你先撩架的。我同意。你们，悠然，你洗好了吗？我还想多泡泡。
该死的，别想了。这水声怎么这么诱人？专心等悠然出来，专心。我写好了。怎么，很奇怪吗？不，很适合你，很漂亮，是不错了。不过，这是雀羽，你把自己的雀羽做成了裙子送给他。鸟类兽人每年会褪一次羽毛，我想你穿绿色一定很好看，就挑了最漂亮的雀羽做了这套裙子，果然很适合你。居然是黄羽褪下的羽毛做的裙子，这裙子很漂亮，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这每一根羽毛都有我的气息，你穿上它，就代表着时时时刻都在和我亲密接触。悠然，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它。但黄羽又在耍心机。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猎杀兽王的兽牙，父亲说这是勇士的象征。现在送给你了，带上它，部落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送给了我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我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礼物。肉快凉了，悠然，你还吃吗？好吃，你手艺真好。你喜欢就好。好像越来越喜欢这里了，只是他们三个。说起来，猎狗的事儿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很奇怪，猎狗的领地在10公里外的山头，正常来说不会攻击部落才对，他们是被药物引来的，是有人故意陷害。上次悠然遭袭，我闻到了暹罗草的味道，猎狗们很喜欢这种草药。这种草一般兽人可弄不到，除非是巫医，肯定是艾琳。悠然去后山那天，我和艾琳因悠然吵了一架。可我们没有证据，他不会承认的。黄羽，艾琳不是一直喜欢你，要不你牺牲一下色相，去套套她的话？不可能。洛白说的有道理，红羽，只要你假装关心一下艾琳，她肯定会说漏嘴的。你希望我去？为了查清真相，让部落不再受威胁，拜托了。既然你都开口了，我去。还真是受不了他的撒娇。这才对嘛！你别太得意。这件事之后，悠然可欠我一个人情。你这两个家伙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啊？艾琳，黄羽，看你心情不好，来陪陪你。你最近不是一直在追着穆悠然跑吗？现在怎么突然想起我了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你？可你之前明明故意躲着我。那是因为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艾琳，你老实告诉我，猎狗的事是不是你做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撒谎。艾琳，告诉我真相。我只是不想让他选你。所以你引来了猎狗。我只是撒了一点药粉，想让穆悠然死在后山，让他别跟我争你。你可知道伤害同族雌性是大罪？黄羽，我知道你最在乎部落，可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想到那么点药草，居然会再次引来猎狗和凶兽。你一定要相信我。艾琳，你居然伤害同族！骗我！你故意套我的话！是你先骗了大家。你为一己私欲，引猎狗袭部落，害族人遇袭。那是黄羽的雀羽，竟做成裙子送你！贱人，你凭什么抢黄羽？都是你的错！我结实的胸肌。没事吧？
你嫉妒滋事，引猎狗习族，伤族人，毁社是罪不可恕，逐出部落。母亲不会同意的，母亲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慢着，族长，我上山采药数日，归来你便要逐我女儿出部落？不知她是犯了什么罪，让你如此动怒？艾琳因私怨引来猎狗凶兽，差点害得我落日部落被灭族，难道不该罚？母亲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您别让族长赶我走。艾琳年少无知，犯下大错，是我娇女无方，请族长念她初犯，从轻发落。未造成死亡，那是悠然救得及时，不然阿木早死了。我愿待艾琳受罚，3月内独采所有药材，献上陶缸，只求留她生路。陶缸平时碰都不让碰，这回居然舍得拿出来，那可是陶缸啊！整个部落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陶器，真是大手笔。陶缸，这个时代居然就有陶器了，有了它，储水就方便多了。陶器珍贵，你有这份心很好。艾琳留部落，剥夺巫医继承人身份，你要严加管教，若敢再犯，绝不轻饶。多谢族长开恩。待会儿雄性兽人都去帮忙，把陶缸抬到部落中央。好，抬去广场，让隔壁部落眼红去。一个陶缸而已，至于这么激动吗？整个兽氏大陆只有陶部落会做陶器，谁要是有陶器，那就是不时实力强大的象征，大家自然激动。老巫医那个陶缸，据说是花了40海币买的，咱部落1年的口粮也才40海币。这么贵？那我要是能做出陶器，岂不就发大财了？我也要做陶器！我也要做陶器！小梅说过，部落一到冬天就捕猎困难，每年都有人饿死。只要我能做出陶器去卖，换成粮食和种子，过冬的问题就解决了。笑话，你知道陶器怎么做吗？陶部落的秘方几百年不外传，你以为是谁？真把自己当回事？悠然说能做就一定会做，我相信悠然，他就是最聪明的雌性。没错，我也相信悠然。你们闭嘴！还嫌今天不够丢人？悠然，你要去看看陶缸吗？陶缸有啥好看的？我要是去找陶泥自己制作，发家致富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帮忙吧。好，别乱跑，有事喊我们。好的陶泥一般都在河边，去河边。这个泥不错，能做陶器。制陶，你也配？慕悠然，既然你非要跟我作对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差不多够了。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！你疯了！我是部落巫医，族长不会放过你。巫医又怎么样？我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。贱人，找死！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旋风，没事吗？没事吗？旋风，我想先洗一洗，身上好脏。好，我守着你，你洗，我不会回头。这下舒服多了。
悠然，我喜欢你，从你第一次给我包扎的时候就喜欢你了。我知道我只是个流浪兽人，不如其他人，但我发誓，我会一辈子听你的话，一辈子用命守护你。悠然，求你让我一直跟着你，好不好？我会负责的。悠然，悠然，你在哪儿啊？玄风，你快走！为什么？长牙死了，族长一定会追查。你才刚加入部落，我怕他们知道后会把你赶走。那你呢？我就在这儿，我会告诉他们长牙是我杀的，我是巫医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不行，是我杀的他，我不能让你替我背黑锅。玄风，你刚才还说这辈子都听我的话，现在就不听了吗？悠然，要去摘果子了，你在哪儿啊？走啊！你答应过我的。悠然，你在这儿啊！我找了你好久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南牙他死了。是我杀的，长牙想强迫我，我一时失手就杀了他。你杀的？阿弟。是你杀了我弟弟，我杀了你！传声，不要！杀唐牙的不是他，是我。胡说！杀唐牙的人是我，不是让你躲起来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出来？我是雄性，不能让雌性替我背负污名，更不能让你为了保护我而受伤。我说过的，会保护你一辈子。你杀的，那就让你给我弟弟偿命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族长，这个新来的杀了长条，我要他偿命。长牙是你杀的？是。为什么？族长，玄风是为了救我，长牙他偷袭我，甚至想再次强迫我，是玄风及时赶到我才没出事。求您不要罚他！杀人偿命，不管什么理由，这个黑豹兽人杀了我弟弟就得死。长牙是什么货色？你难道不清楚？他之前就四处捣乱，现在还想强迫巫医，他死有余辜。洛白，你以为你是族长之子我就……长胜，长牙强迫雌性，还是部落珍贵的巫医，按部落规矩也是死罪。玄风不过是替部落执行了刑罚而已，罪不当死。族长，求你给我做主！玄风，你杀长条是为了保护部落巫医，情有可原。但长胜说的也有道理，你无权擅自处死族人。这样，你和长胜打一场。族长，这是规矩，但你若输了，逐出部落，永不得踏入半步。好，我会亲手撕碎你。长胜可是部落里除洛白黄羽外武力值最高的。那个黑豹兽人虽厉害，但体型差距太大，他要完蛋。今师力大无穷，黑豹挨一下也得受重伤。他会的。放心，有你在，他绝对不敢输。
你一定要平安赢下这场比试。你输了。我居然赢了！常胜可是金师啊，部落第3的高手，这也太厉害了！你弟弟的事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不后悔。50个海贝，10张兽皮，赔我，此事完结。我所有的海贝都给你，但我打的兽皮只给悠然。又受伤了，你怎么这么傻？都让你走了。不走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打得还行，不过别以为赢了我就会把悠然让给你，他是我的。恭喜，我们各凭本事。这2个家伙明明都很关心旋风，却一个比这个嘴硬。狼牙那个废物，连个雌性都搞不定，还被那个黑豹杀了，真是白费我一番心思。是你太蠢，有黄羽、洛白和那个黑豹守着，你想在部落里动他，根本不可能。那怎么办？母亲，您就眼睁睁看着那个贱人抢走我的一切。我听说鹰族的族长躁动期快到了。您说的是那个背叛元族、自立门户的鹰瑶？听说他性情暴虐，奇丑无比。就是他。为了安抚他即将到来的躁动期，他的手下正要去云梦泽给他买雌性。那要是穆悠然被他买走，以鹰瑶的性子，他就死定了。穆修然，这次我要你死得远远的。哎呦，这刺也太多了吧！我有办法。还能这样？悠然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！这叫智取，硬碰硬可不行。这下我们可以早点回去了。走吧。这空中强盗鹰族，快跑！希望悠然喜欢。悠然！该死！我答应过要保护他一辈子的。必须立刻通知洛白和黄羽。悠然，他们会不会吃了我们？我好怕。不知道，这里跑不掉，只能等部落来救我们。
他们来了！好帅的男人！脱掉。好不容易才逃过选伴侣大会，难道我还是逃不过命运吗？那个，我好饿，你能不能先给我找点吃的？你也不想我晕过去吧？我要是饿晕过去，会扫了你兴致的。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吃的。但你要是敢动小心思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这是悬崖，我逃不掉了！黄宇、洛白、玄风，你们快来救我！悠然和小梅被鹰族抓走了。什么？那些空中强盗不是在草原吗？怎么跑这边来了？应该是鹰瑶，听说他叛出了鹰族，来森林自立门户了。平时杀人不眨眼的鹰瑶，悠然要是落他手里，就危险了。立刻通知族长，发动全族雄性去找。鹰瑶，你要敢动悠然一根头发，我要你全族陪葬。吃吧。我吃不惯生的，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。可是我真的吃不下，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帮我烤一下？吃生的我会吐的。快吃，别想耍花样。黄宇、洛白、玄风，你们在哪儿？我好想你们。既然不饿，就直接开始吧。放开我！少废话，今晚你逃不掉。你再敢过来，我不客气了。这是躁动期，雄性兽人躁动期得不到安抚，会彻底兽化，沦为野兽。看来族长的躁动期发作了，那个雌性要倒霉了。里面那个要是死了，就把这个送过去。悠然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不要，放开我！求求你，放了我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！
走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走！我快控制不住了。放下去，会死的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头好痛。别动，我在帮你。好难受。乖，我唱歌给你听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儿遮窗棂呀。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琴弦声。你干什么？是你先动手的。别害羞，你愿意和我在一起是吗？我现在神志清醒，不会伤害你的。昨晚可是我救了你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不能再欺负我了。昨晚，对不起。他居然在跟我道歉。我的躁动期异于常人，狂躁霸道，一发作便会失去神智。族里没有磁石能安抚我，我靠着伤害自己保持清醒。本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，没想到你居然有治愈我的能力。你心火旺盛，气血翻涌，扎针能舒气去燥，你自然就好了。是巫医。族长，那个被关在囚洞的雌性跑了。你是说小梅？她受伤了吗？你们有没有伤害她？没有，不过他趁手未换班，用绳子滑下悬崖，逃跑了。她没事就好。英瑶，既然我已经救了你，现在可以放我回去了吧？我可从没答应过要放你走。你跟我来，有件事要你帮忙，结束后我放你走。这是感染了，至少3天了。5天前就这样了。族里的巫医说治不好，只能等死。你能救他们吗？能救，但需要7叶莲。这种药只长在背阴的悬崖缝隙里，很危险。危险？那是对你，不是我。走吧，我带你去采药。没想到霸道冷厉的鹰瑶竟会为族中幼崽低头求人，和自己印象里的模样截然不同。找到了！没事吧？好多蛇！你怕蛇？你带我飞过去，我采了药就走。带你飞可以，但你得先亲我一口。
你说什么？亲我一口，我就带你飞，不然你自己走过去。行了，快飞！吓死我了！陆白、王宇、玄风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！悠然呢？悠然在哪儿？悠然在哪儿？阴阳躁动期发作了，悠然现在很危险，你们快去救他！妖，鹰妖，全速前进，杀上鹰族部落！悠然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。睡吧。明天差不多就好了。小鹰们前几天一直疼得直叫唤，现在居然不叫了，连巫医都说救不活，这个雌性居然治好了，这也太厉害了！族长夫人，谢谢您救了我的孩子，谢谢您。什么？夫人，我不是。谢谢族长夫人。我真不是。你说谁是你们的族长夫人？洛白、黄宇、玄风，你们来了。悠然，他有没有欺负你？你受伤了吗？放心，他没对我怎么样。鹰瑶，你掳走我落日部落的巫医，必须给我们个交代。交代？悠然现在是我的雌性，是我鹰族的族长夫人，我又何须给你们交代？你这是在挑战我的耐心。放屁！你的精神力还没痊愈，不是我的对手，别自取其辱。住手！鹰瑶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跟你什么也没发生。什么也没发生？那你亲我那一口，算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不亲你，你就不带我飞出蛇窝，这怎么能算？你承认亲了就行。悠然，你真亲他了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那是特殊情况。鹰瑶，你掳走我部落雌性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这事是我理亏，所以我不跟你们打。你们族长那儿，我要和他谈。我就是族长，说吧，怎么谈？掳走你们部落的巫医，是我不对，我愿奉上20张兽皮作为赔偿，条件是悠然留在鹰族，做我的伴侣。不行！悠然说过，他不喜欢被强迫，他想去哪儿由他自己决定，你没资格替他做主。想不到这么懂我。我想回落日部落。好，那就依你。
长夫人，求您留下来，求您了。不会来看你们的。但现在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回去做。冬天快到了，我得赶紧把陶罐烧了，再去云梦泽给部落换粮食过冬。那我们走了。族长，这么好的慈禧，就放他走了？1打3，打不过。来日方长，悠然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还好你没事。好啦，别哭了，再哭下去，眼睛肿成核桃，可就不漂亮了。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，我都要吓死了。舌头没弄死他，真是命大。是我小瞧他了，居然连那么暴虐的婴瑶都能安抚。这个慕悠然确实不简单。听说洛白为了救他，精神力又受损了。明天你就找机会把这个下在洛白的药里，这是毒药。当然，不是那种见血封喉的东西。这药本身无毒，只是与洛白吃的药性相克。到时候慕悠然因医术不精，险些害死族长之子，自然会被逐出部落。而你趁机出手，妙手回春，救救这重新成为人人敬仰的巫医继承人。悠然，你还在啊？我不在，谁给你治病？别说话了，好好休息。我去给你拿湿布。别走，你手凉，放我脸上舒服。怎么这么久都没退烧？明明都扎了针了。我身上凉，只是帮你降温，你别多想。原来受伤就能让悠然抱着睡，真是赚大了。他睡着的样子真好看。你居然偷袭！反正你迟早是我的，我提前练练，不行吗？流氓！对自己未来的雌性，这不叫流氓，这叫喜欢。
管你个头！悠然，药熬好了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别瞎想，快把药给我。小梅，你熬的时候加东西了？没啊，都是按你要求熬的。帮我把玄松和黄宇叫过来，快！你闻闻。是五谷草的味道。果然，五谷草怎么了？有问题？乌骨草与药方相克，两者相加，就是产生剧毒。除了悠然，整个部落懂医里只有2个人。老巫医，艾琳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，他们为什么要害我？他们害的不是你。是悠然。你找他们算账！洛白，他们不会承认的。现在打草惊蛇，反而让他们有机会销毁证据。你有办法？不如将计就计。对不起，族长，是我医术不精，没能治好洛白。族长，听说洛白病情恶化了，我和母亲十分担心，特意过来看看。这药有毒！什么？穆悠然，你竟敢毒害洛白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说我毒害洛白，证据呢？这就是证据。这里面有乌骨草和雪见草，2种药药性相克，混在一起便是剧毒。就是，洛白刚回来时人还好好的，喝了你的药就快死了。不是你下的毒，还能是谁下的毒？部落供你吃，供你住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谋害族长之子。穆悠然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哦，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快死了？你不是昏迷了？不装一下，怎么知道是谁想害我？原来你没事，那看来是我医术不精，认错了。既然洛白没事，那我们就先走吧。慢着，洛白是没事，可这碗里的毒药我还没解释清楚呢。毒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我们给洛白熬的药。当然有关，因为这里的乌骨草就是你们下的。你胡说什么？证据呢？空口白牙就想诬陷我们？穆悠然，你别太过分！证据，这不就来了？族长，这是我们在艾林洞穴里找到的乌骨草。我问过小梅，悠然让她熬的药里只有雪见草，乌骨草是有人后加的。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这药确实是我采的，可我是巫医，洞穴里备贴草药很正常，它不能证明我们下毒。整个部落除了悠然，只有你们母女懂药。悠然不会在自己配的药下毒，所以害我的人只可能是你们。鹰族族长鹰瑶到。族长，我来赔罪。这是鹰瑶，不是说他奇丑无比吗？居然这么帅！是我收买的那2个鹰族兽人，
闭嘴！你们看看，那个雌性，是不是就是顾你？就是他，就是他给我们的海贝，让我们去抓的木幽人。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几天，这个雌性找到我们，给了我们20海豹，让我们去抓木幽人，我们一时贪心就答应了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该见利忘义，求您饶命，求您饶命！这是尹烈构害人，又勾结外族掳走巫医。族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别赶我走。现在还敢下毒害我儿子呢！族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我错了。艾琳，绝不饶你！来人，将艾琳与老巫医赶出去！从今往后，永世不得踏入落日部落半步！族长，族长，是我御下无方，才让人掳走了幽人，对不起。悠然，这是我从云梦泽买回来的陶锅，请你务必收下。好大的锅，但这太贵重了。是我鹰族有错在先，这锅你必须得收。那好吧。鹰族长，你掳走我落日部落的巫医确实有错，但这事儿既然是个误会，我落日部落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不如借此机会，我们谈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鹰族擅长空中巡逻，我们擅长地面狩猎。马上入冬了，你们帮我们巡逻，防范受潮，我们替你们提供兽皮抵御严寒，如何？成交。没想到一切居然是场误会，这个鹰瑶好像也没那么坏嘛。合作既已达成，鹰族长不如留下来吃顿便饭。正好鹰瑶送了陶锅，今晚不如就让我给大家露一手。那就多谢了。黄宇负责生火，旋风负责切肉，咱们开工。好。好香啊！悠然，你煮的什么啊？野猪肉汤，我加了些香料。这些香料不但能给食物增香，还有助于消化，而且肉煮熟了吃更不容易生病。这也太好喝了！悠然无医，你以后天天做这个行不行？再来一碗！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还是头回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太好吃了！这个很简单的，你们要是喜欢，我教你们怎么做。我要吃！好，都教都教。我也想学。玄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我想学了以后炖给你吃。玄风。加我一个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一个人劳累呢？你们啊，给我来一碗。
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好啊，就是好了。快喝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好好喝。沙棘汁，我自己磨的，酸甜解辣。想不到这么霸道的鹰瑶居然会怕辣，还挺反差萌。把他留在身边，一辈子看他这样消失下去。你来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们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就只有我躺在床上好无聊。放心，明天就能下床了。不过确实可惜，今天的辣椒猪肉汤和沙棘汁儿都很美味，可惜你尝不了。好了。你干什么？尝到了，确实好吃，和你一样，很美味。我去熬药，你好好休息。慢点跑，别摔了。这个老板平时那么幼稚，居然这么会撩。鹰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出来走走，正好看到你在这洗脸。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你从落白的洞穴里跑出来，脸怎么这么红？发烧了吗？没有。悠然，上次的虽然是误会，但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什么？悠然，和我回鹰族，做我的伴侣吧。族里的小鹰仔都很喜欢你，我也是。我是鹰族的族长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是族长夫人。以后，鹰族的一切都是你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我不愿意。鹰族比落日部落要强盛得多，和强不强无关。落日部落是我的家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鹰族的规矩，雄性若把羽毛送给雌性，就代表甘愿为它奉献一切。拿着，日后若有需要，只要拿上这根羽毛，鹰族都会任你差遣。
不行，这也太贵重了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记住，我的话永远有效。等我。还是这么霸道，但也没那么讨厌。我记得老巫医好像说过，他的陶器就是在云梦泽买的。荒宇，你知道云梦泽吗？云梦泽在兽王城附近，是兽氏大陆最大的集市。冬天快到了，部落准备过几天去那儿采购，你想去看看吗？当然去，不过在去之前，我还有件很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事？做陶器。你和泥，你捏胚，你打磨。现在开始。看三个大男人玩泥巴，还挺可爱的呢。居然真的是陶碗，悠然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这质量，感觉比老巫医从云梦泽买回来的还要好。确实，如果拿去云梦泽卖，不愁没人要。我都想好了，把这些陶碗拿去云梦泽卖，换的海贝就去买种子，到时候春天播种，秋天收获，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冬天没粮食了。想不到你制陶居然是为了整个部落。悠然，你真是太让我感动了！又是教我们做饭，又是教我们制陶，悠然简直就是我们部落的福星！福星啊！福星啊！别这么说，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事。悠然，你不用害羞，福星二字你当得起。我的磁性就是了不起，我要更努力才行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配得上悠然。忙了一天，好累。什么东西？元芳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悠然，今晚我能和你一起睡吗？为什么？我的躁动期到了，好难受。这里有你的味道，我闻了会舒服一些。悠然，我保证不会强迫你，睡在你旁边就好，就一晚，求求你了。好吧，但你不许跟我抢被子，也不许乱动。好。
悠然，我喜欢你，安心睡吧。悠然，谢谢你。悠然，我给你带了水果。秦风，你怎么会在悠然这里？洛白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玄风他躁动期到了，我只是安抚了一下。躁动期？躁动期就可以爬你的床？他分明是趁人之危！你还有脸笑？个心机豹，绝对是故意的！论心机，我看某个白虎也不遑多让。怎么又来一个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生病的时候，偷偷对悠然做了什么。我那是生病了，不一样，是吗？那我也立刻去生场病，让悠然也照顾我。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这两个幼稚鬼又开始了。不过这洞穴也太没隐私了吧，谁都能闯进来。要是有房子就好了，既有隐私，也能更好的保暖过冬。我们这是落白了，对，落白都是咱落白了。有了，我可以建房子啊！找不到水泥，难道还找不到木头吗？都别吵了！既然你们这么闲，不如来帮我建房子吧。啊！这棵树肯定是悠然想要的，等我带回去，得让悠然好好夸夸我。左边那根再往右一点。对，稳住。屋顶太高了，要是有吊车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人形吊车来了，往左，再往左，好。
悠然，你建的这个和云梦泽的房子好像。这叫木屋，冬暖夏凉，抗潮保湿，住起来可比洞穴舒服多了。这么好，那我得告诉父亲，让大家都来建木屋，以后就再也不用住洞穴了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活干完了就赶人，我今日偏不走，看你能奈我何！你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鹰瑶，你今天怎么会过来？是有什么事吗？还是你聪明，是你们族长叫我来的，商量去云梦泽的事。你要和我们一起去云梦泽？这是我在路上顺手抓的，送给你。秋刀鱼，这种鱼味道不错，我猜你会喜欢。哼，悠然才不会喜欢。鱼这种东西腥的要命，也就你们鹰族喜欢。洛白说的没错，悠然，快扔掉，别弄脏了你的手。你们没吃过好东西，当然不知道你的鲜美。说谁没吃过好东西？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幼不幼稚？秋刀鱼是海鱼，难道这附近有海？这附近有海？森林的尽头就是海。要是能从海里提出海盐，那食物就更好吃了。多的盐还能做腌肉过冬。从这里去海边要多久？走着去，至少得好几天。这么久？不过以鹰族飞行速度，半天就能到。悠然，你要是想去海边，我可以带你去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想去。不过，我从不做赔本买卖，想我带你去，你得提前想想要怎么报答。悠然才不会跟你去，要去也是我们陪他去。你们当然能陪，但按你们的脚程，来回至少10天。悠然，你真想在路上耗这么久？10天确实太久了，还是你带我去吧。不过今天太晚了，还是明早出发吧。悠然，话先说好，怎么报答我说了算，不然这事儿就算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明早我来接你。悠然，你真要跟他去？他肯定没安好心。我心里有数，况且我想去海边也不是为了玩。那你去干什么？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总算有个像样的家了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对不起，悠然，我躁动期好像爆发了。悠然，你千万别生我的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一个破碎感拉满的美人，这谁能忍心责怪？我原谅你了，但下次不许了。那我能像玄风那样，也变成小孔雀，睡在你头顶吗？躁动期太难受了，悠然，在你身边我会好受点。就一晚，我什么都不做。
求你了。好吧，但只能睡床上，不许乱动。悠然，黄宇，黄宇，你还好吗？悠然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悠然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好痛！悠然，你怎么了？我去趟厕所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那个，我来月事了。听说来月事的雌性容易着凉，我帮你暖暖，会舒服些。好暖和，想不到黄宇的异能还能这样用。明明自己也很难受，还要照顾我，他真的好温柔。睡吧，我帮你揉肚子。悠然，乖，转过来，我给你揉肚子。晚安，悠然。这鲜花送给悠然装饰新房子，她一定喜欢。没事的，只要悠然别不要我就行了。既然比我来的还早，你也是来给悠然送新房礼物的。你现在不能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陪悠然睡觉。黄宇，你好卑鄙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不来，怎么能发现黄宇居然这么不要脸？我怎么不要脸了？我不过是躁动期发作，找悠然来安抚一下罢了，有问题？安抚到床上去了。黄宇，你怎么跟旋风一样？满肚子心机。好了好了，大早上的别吵架，这么早来找我有事？我是来给你送蛇皮的，给，把这垫在兽皮下面，防潮保暖。谢谢。这是我今早摘的花，送你。好香，我很喜欢。花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吃又不能穿，总比吓到悠然强。你没看到他刚刚看到蛇皮的时候，脸都又要白了。你胡说！哟，挺热闹。悠然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海边约会。我是有事必须去海边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鹰瑶，你要是敢欺负悠然，你就死定了！你必须把悠然安安全全带回来，听见没有？需要你提醒。你好啦，别吵架了，我去就回。放心。好美，原来飞翔是这种感觉。他笑起来真好看。你要我带你来海边，就是为了舀海水。你要这个干嘛？又不能喝。等回去你就知道了。我又救了你一次，还我一个吻，不过分吧？上次躁动期可是我救的你，你都还没报答我呢。有道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报答你，这一吻，算我还你的。流氓，哪有你这么还的？
那你想让我怎么还？说不过你，天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好，回去。害羞的样子也很好看。悠然，他没欺负你吧？他要敢动你一根手指，我绝对……没有，我就是让他带我去海边灌了点海水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海水？你要海水做什么？我打算给大家变个魔术。这算什么魔术？煮海水和晒水？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亮晶晶的，还挺好看。别碰！这叫盐，是吃的。吃的？海水又咸又苦，还能吃？你大老远跑去海边，就是为了弄这个？没错。你之前不是要我报答你带我去海边吗？你等着吧，报答马上来。这就是你说的报答？把我带来的鱼烤熟了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烤鱼，尝尝。这是鱼？鱼不是腥的吗？怎么是这个味道？我抹了盐，还加了辣椒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有这么夸张吗？鱼我之前也试过，明明就很难吃啊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么难吃的东西都能化腐朽为神奇，悠然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！你们也试试。这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回报还不错吧？真想永远陪在他身边，看着他笑。悠然，不好了！悠然，不好了！艾琳和老巫医投靠了黑石部落。黑石部落就是那伙专干烧杀抢夺的强盗。就是他们，听说他们也要去云梦泽，族长怕你们路上撞上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悠然，有我们在，不会让你受伤的。艾琳要是敢来闹事，我就拧断她的脖子。我不会让她靠近你，不过是群乌合之众罢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动你。别担心，有他们保护我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族长有说什么时候出发吗？明天就出发。太好了，总算可以看看传说中的云梦泽到底长什么样了。食物和药物的用法都记住了吗？都记住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大家都说这些天要加紧建房子，等你回来给你个大惊喜呢。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了。走吧，出发，一路平安。这就是云梦泽，简直就和古代的城池差不多嘛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上好的陶器，结实耐用。哪来的野路子，敢冒充我陶部所，在这卖陶器？我没冒充啊，这是我自己烧的。撒谎！谁不知道陶器只有我陶部落会烧？不是冒充，那就是假货，是泥巴捏的。既然你说我的陶器是假的，那敢和我比比吗？比就比，输了你就滚出云梦泽，不许再卖陶器。可以。这样会不会太冒险？放心，正好趁这个机会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们的陶器不比陶部落的差。我信你。你们的碗火候不够，表面有裂纹，会漏水，而我们的碗就不会漏。啊，真不漏啊，好光滑，比陶部落的还细腻。不漏水算什么本事？陶器是用来供奉的，又不是装水的。陶器为什么只能供奉？陶碗吃饭，陶罐存粮，陶器就该是日常器械，放着不用，那叫浪费。说得好。今天落日部落的大促销，买2送1，一件只要10个凯贝。这个来，不用急，都有货。抢我们生意，这雌性找死！不急，先回去禀报族长，敢得罪陶部族，必须付出代价。这么多钱，这下能买好多粮食和种子了。我要去买东西，你们呢？要不也去逛逛？我也要去给部落添点过冬的补给，不如大家各自去逛逛，等会儿再在这里集合，行吧？不过你别跑太远，等我回来找你。
我很快回来。好。想不到兽界居然有麻布，麻布轻盈透气，做成夏衣明年卖又能赚一笔。这个多少钱？20海贝一匹。这个我要了。艾琳，慕悠然，真巧啊！看布呢，这可是王城贵族用的料子，你买得起吗？要不我借你点海贝，不过得先跪下磕10个响头。不用，我有钱。少在这打肿脸充胖子，谁不知道落日部落穷得叮当响？老板，这些抹布我全都要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这就给您全部打包。店主，你这种穷鬼，哪来的海贝？肯定是偷来的！来人啊，这里有小偷！你动他试试。慕悠然他偷钱！悠然没有偷钱，他的钱都是卖陶器赚的。不可能，陶器只有陶部落会烧。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他不仅会烧陶器，还教我们盖了木屋。悠然就是我们部落的福星。走吧，洛白，跟他没什么好说的。居然真让那个雌性把陶器做出来了，凭什么？想不到他居然真把陶器做出来了。母亲，这不公平，凭什么他慕悠然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？这不正好吗？什么意思？落日部落越富有，粮食就越多。冬天快到了，黑石部落正愁没地过冬呢。我懂了，我这就去找狼王，让他带兵踏平落日部落。这是落日部落。悠然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这都是大家建的。对啊，按你说的，家家户户都盖了木屋，今年冬天总算不用怕冷了，那可太好了。对了，你说的种子买回来了？当然，小麦、豆子、蔬菜应有尽有。等来年开春，我就教大家怎么种。以后再也不用天天出去打猎了。太好了，以后打猎再也不用怕受伤了。多亏了悠然无疑，他是我们的大福星。怎么，悠然？是哪里不舒服？不是，就是想到艾琳了。之前在云梦泽给了她下马威，总觉得她不会善罢甘休。别怕，有我们在，她伤不了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这是我在云梦邹买的，送你，正好可以防身。好漂亮的匕首，洛白，谢谢你。给，这是在云梦泽看到的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很好看，觉得很配你。这是原石，里面有玉，可以雕成吊坠手镯，雕好后拿去云梦泽卖，能卖不少钱呢。你喜欢就好。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不过不如洛白和黄羽给你买的。这是盐？你之前为了造盐，还得叫鹰瑶带你去飞去海边，现在有了这些，就不用这么麻烦。我正担心剩下的盐不够腌肉，想不到你居然买了，你太贴心了。
谢谢你，玄风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。你喜欢就好。那我的礼物呢？悠然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古小又漂亮又实用，当然喜欢。那我的呢？喜欢，喜欢，都喜欢，行了吧？出事了。竹林北部发现大队人马，看打扮是黑石部落的人。黑石部落？他们不是在云梦泽附近吗？怎么会跑森林里来？之前小梅说过，艾琳和老巫医投靠了黑石部落。艾琳，她居然勾结外族，简直不是人！他们过来还需要时间。罗白，你去通知族长，召集兽人应战。悠然，你带着老弱去避难洞穴躲避。给你，带着。这是护身符，带上它，兽神会保佑你。这是你的护身符，给了我你怎么办？我不需要。谢谢你，鹰瑶。这次大战，鹰族也会帮忙。部落间的交战非同小可，你没必要趟浑水。别误会，我帮的不是落日部落，我要帮的是悠然。你说过落日部落是你的家，我绝不会让你无家可归。鹰瑶，多谢，算你够义气。走了。鹰瑶，你也要安全回来，听到了吗？放心，我还等着你跟我回鹰族呢。悠然，黑石部落攻过来了，族长让我接你去避难洞穴。走。夜明是风和帆，孤影独暖，难负重担。又或许心上你们千万要小心。放心，我可还没娶你呢，才不会出事。等我们回来，一定。打吧，你们打得越热闹，我就越容易溜进去。悠然，你怎么了？我的针灸包落在木屋了，我得赶紧过去拿。外面还在打，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。我必须去，没有针灸包，受伤的兽人就只能等死，我不能冒这个风险。穆悠然，我总算找到你。艾琳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勾结外族攻打自己族人，你还是人吗？族人，他们早就把我抛弃了。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去死吧！
身符，我倒要看你能挡几次！没了刀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！我悠然，你以为杀了我就完了？你抢了桃部落的生意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悠然，他要杀我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死了。还好你没事。多亏鹰族的帮忙，狼族已经被打退了。黑石部落的残兵已经逃回北方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来了。悠然，你还在想艾琳的事？我杀了他，虽然他是来杀我的，但我还是……悠然，你是为了保护自己，不用自责。如果他不死，死的就是你了。没错，艾琳勾结外族，死有余辜，你用不着伤心。谢谢你们。傻瓜，跟我们还说什么谢谢？悠然，你腌的这个香肠也太好吃了！多亏了玄风买的盐。悠然，这是什么？甜甜的，好好喝。梅果酒，我自己酿的，确实不错，比云梦泽卖的酒还要好喝。悠然，这个冬天能这么温暖复苏，多亏了你。悠然，族长可说了，等开春要再办选伴侣大会呢。这次你打算选谁啊？你问这个干嘛？还早着呢。哪儿早了？雪化了就是春，你总得给个准话吧？悠然，不用急，慢慢想，多久我都等你。不管你选谁，我都会守着你。你要不想选，就跟我回鹰族，族长夫人的位置一直是你的。够了，你们再说，我就谁也不选了。这是什么？桃门落的图腾。